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国自国 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罗西亚用特别军事行动攻打乌克兰，乌克兰真侪城市受到攻击，目前军队已经拍到基辅的北边，伫96点钟内可能会去用占领。针对着战争，这个总统蔡英文，其实罗西亚以外也被参与经济制裁，不过大国今仔日升起半中落，后尾搁再起起来。健保会要讨论讲，甲这民众长期住伫海外，返来国内就要恢复健保的制度废除，也拿部分负担的部分，这个部分是也有争议。讲到罗西亚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入侵乌克兰，到今已经是第2天了。乌克兰有真侪城市拢起互攻击，亲像黑海的蛇岛也互这个罗西亚的军队占领去啊！而且即马这个军队已经进入到首都基辅的北边，就美国的官员认为讲，这乌克兰的基辅可能伫96点钟内就会去互占领。乌克兰政府会伫1礼拜内就崩盘，不过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家己会守伫基辅，面对着这西方国家是搁再发声，认为对罗西亚的制裁也是无够的。紧接伫暗时传出黑光，25天白光，乌克兰内政部长讲，军队在首都基辅的上空拍落敌机，无人机落地徛街，引发火势。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第2天，透早各地继续传出炮击声，甚至也有商业飞弹、导弹飞弹拍到这个市中心。I'm waking, all in the dust, screaming, alarmed from the cars. I don't even know. Maybe this is the shelter. Maybe this is the rocket launch. 另外，一个进前，乌克兰国防部证实，俄军已经进入首都基辅北部。一个无具名的美国官员甲外国媒体讲，基辅上紧在96点钟内底被攻占，预计乌克兰领导层会在1礼拜内倒台。另外，早前就和乌海有战略地位的蛇岛，确定被俄罗斯占领。自首顶面的乌克兰军人已经全部来殉职。国际刑事法庭25日声明，会密切来注意俄国在乌克兰的境内是不是犯下种族灭绝行为甲战争罪。Чи переконали Росію вчорашні санкції? Ми чуємо у своєму небі і бачимо на своїй землі, що цього недостатньо. Чужі війська все ще намагаються активізуватись на нашій територі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伫当地时间25透早指责西方盟友制裁力量无够，敢若用讲话来支持支持放任俄军的侵略。另外，伫这进前，泽连斯基更加坦白讲，新的铁幕已经落来啊。批评欧盟27个领导人唔敢来回应乌克兰加入北约请求，同时也强调家己全家拢未离开乌克兰。Залишаюсь в столиці. Моя родина також в Україні. Мої діти також в Україні. За наявною у нас інформацією, ворог позначив мене як ціль номер 1. Мою родину як ціль номер 2. Вони хочуть знищити Україну політично, знищивши главу держави. 另外，为了抵抗俄国入侵，乌克兰政府也已经签署总动员令，要求境内所有18到60岁男性，包含义务役甲后备军人，无用出国，全部要来接受征调。另外，伫台湾时间25暗时11点，联合国安理会会对俄罗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攻击乌克兰，并且要求撤军的国际案来进行表决。不过，俄罗斯是2个安理会轮值的主席国，也是安理会上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所以讲这项国际案真有可能是无结果。公视新闻王票文编译。即马罗西亚当咧拍乌克兰，人讲战火无情，上届可能就是一寡老百姓。乌克兰民众是赶紧再到西边的国家去，联合国就呼吁各国就爱赶紧来接受这难民入境。美国也讲已经做好准备要来接受难民啊。罗西亚当期间过，全世界有真济国家的民众拢发起反对战争的示威游行，连罗西亚国内也是有。不过罗西亚国内的民众上无有1000多人去互抓起来。公车站火车车头也是巴士4个拢有人带着一口罩要逃难。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乌克兰国内各地拢有起下街和炸弹攻击，和民众必须爱离开家园。隔壁国家包括波兰、摩尔多瓦共和国这些国家的边界，都会当看到乌克兰的难民用行也是坐车入境。We've actually been very lucky to get out of Ukraine with the second to last train that was coming here. We've spent last 16 hours using all of our luck coming here. 伫波兰东南方的车头内底，20暗时有真侪位乌克兰来的民众暂时伫车头过暝，甲战争的距离遮尔远近，互波兰民众嘛真惊吓。It's disturbing, first of all, because
In all my life, I haven't seen the war so near to us, to Poland, to Przemyśl. It's quite terrifying. 美国讲已经准备好接受乌克兰的难民，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有超过10万人会逃离乌克兰，呼吁各国爱接受难民入境，而且已经准备好在必要甲会当做的状况下，会提供人道援助。甲乌克兰是厝边的斯洛伐克已经有1500名士兵在边境协助难民入境。Security and access for humanitarian efforts must be guaranteed. UNHCR is also working with government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calling on them to keep borders open to those seeking safety and protection. 俄罗斯的军事行为嘛，伫全球引起反战声音。英国、美国、纽西兰、澳洲甲真侪国家拢有民众游行反战，不过伫俄罗斯国内反战的民众，煞有真侪人被逮捕。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все конфликты должны решаться мирным путем, без применения насилия в чью-либо сторону. 俄罗斯国内51个城市拢有反战游行，抗议民众看到卖战争、普丁落台，大家算是至少有1400人被逮捕。国视新闻台是唐明玉。罗西亚长期间过，亲像美国、欧盟，也有亚洲的民主国家，包含台湾在内，开始对这罗西亚进行金融、能源、航空、高科技产业，甚至是海外资产的制裁。不过，中国却是甲人颠倒饼，伫这个月甲罗西亚买真侪天然气，又在宣布讲会当进口罗西亚全境的煤啊。中国的行为也引起澳洲总理界批评。美国总统拜登24透早甲国安团队开会了后，佮甲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欧盟甲北约的领导人开视讯会议，讨论罗西亚对乌克兰开战的应应措施。各方拢认为讲，目前无可能出兵介入，不过一定要随甲罗西亚的金融甲经济实施制裁，互莫斯科当局重新思考军事攻击的效果。These impacts over time will translate into higher inflation, higher interest rates, lower purchasing power, lower investment, lower productive capacity, lower growth, and lower living standards in Russia. 罗西亚4间主要银行甲克里姆林宫权力核心人士海外资产受到冻结，能源、航空、高科技产业才会进出口嘛受到限制。First, this package includes financial sanctions that cut Russia's access to the most important capital markets. We're now targeting 70% of the Russian banking market, but also key state-owned companies, including the field of defense. And these sanctions will increase Russia's borrowing costs, raise inflation, and gradually erode Russia's industrial base. 伦敦的金融甲房地产市场，大家拢知影讲，罗西亚袂少好家人重要的资产拢伫遮。英国强生政府大声呼应乌克兰当局提出的主张，要甲罗西亚排除伫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以外。安尼，当地金融机构的款项都差不多无可能回来回去，对罗西亚的企业甲因外国的客户来讲，拢是真大打击。不过，拜登是以顾虑欧洲盟邦立场做理由，暂时无考虑要安尼做。The sanctions that we've proposed on all their banks have of equal consequence, maybe more consequence than SWIFT, number one. Number two, it is always an option, but right now that's not the position that the rest of Europe wishes to take. 亚太地区可比日本、南韩、澳大利亚、甲纽西兰等等的民主国家，嘛拢伫咧制裁罗西亚。不过各国的立场无共款，做法嘛小可无共。南韩表示，因支持国际制裁，嘛讲明会配合国际制裁行动。不过无考虑另外追加制裁措施，都去用解读做是为了顾虑罗西亚伫北韩问题影响力。也若甲罗西亚有真密切军事合作关系，印度是真积极来协调停战。总理莫迪有亲身甲普丁通电话，也若中国这边是拢甲人无共款，伫这个月初是大出手，甲罗西亚买天然气了后，佮宣布批准要进口罗西亚全境的煤啊，引起澳洲总理莫里森大力的批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北京即马宣布讲，要对罗西亚要用更较严格的经济制裁来甲因对付，而且会甲革命的国家做伙来阻碍罗西亚摕到半导体技术。即寡革命的国家也包含台湾在内。在去总统蔡英文也对乌克兰情势做出回应，除了谴责罗西亚对乌克兰主权侵害以外，也宣布台湾会用经济制裁罗西亚。经济部表示会按照着华盛顿协定对相关的出口严格审查。
We're also unveiling today an expansive and unprecedented set of export restrictions developed in historically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ustralia, Japan, Canada, New Zea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aiwan. 美国白宫日前宣布，甲罗西亚实施金融甲出口管制经济制裁措施，内底就讲到甲台湾讨论，包括阻挡罗西亚得到先进的半导体甲其他基础技术。台湾政府嘛正式宣布加入国际制裁，谴责罗西亚攻击的行动。我们要严正的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以及对于区域和全球和平稳定的迫害。我们期盼各方尽速恢复和平对话，理性解决争端。而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对于有助于和平解决争议的努力，我们都愿意参与。台湾也会加入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非常严厉的要谴责这种侵略行动，同时我们会与民主国家同步予以制裁。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嘛连带互国际上真关注台海的情势。台湾甚至上 Twitter， 大家悄悄想要了解的主题，甚至出现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讲法。不过，学者专家拢认为讲，台湾甲乌克兰的情形无共款。即卖台湾加入国际经济制裁，等到互大家看到台湾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提醒全世界，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同样面临像乌克兰这样子在一个恶霸邻居旁边的处境。那这个地方就是台湾，而台湾因为它在整个全球的不管是经济产业价值上面的一个重要性，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当中，都显得更为重要。遐若要安怎实施制裁？经济部表示，目前贸易内底就会当照华盛顿协定，也就是对武器、甲会当转做军用物品、甲技术进口进行管制国际协定，对相关的出口做严格审查，甚至其他制裁方面，经济部会甲相关的盟友共同来协调，真紧就会有共同的作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罗西亚去拍乌克兰，全世界股市拢受到真大影响。不过，自是美国四大指数却是出现升大落，尾盘搁再起起来情形。台股伫今仔日一开始是升有起，盘中有落，落尾搁再起起来，收伫17652点。另外，亚洲股市同款是有起，亲像日本的日经指数也有起505点。就学者分析讲，目前乌克兰加这个罗西亚的战争是限定这两个国家尔，认为对全世界股市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日是美国纽约证交所收市钟响，华尔街投资人真欢喜拍拖啊，因为美国股市开盘了后出现戏剧性的变化，由乌变红。Many investors right now are definitely in a panic mode when they feel uncertainty. They're hearing now about an escalation and a war. All of that uncertainty makes for nervous investors.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日是台湾股票市场创一个大台盘，落461点。不过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包括道琼、纳斯达克、标普500、费城半导体指数，全部拢起，起价幅度是0.28%至3.7%，随时带动亚洲股市的起价。中国上证指数起0.63%，日经指数起将近2%。台湾股票市场2五开盘起22点。以17617点开出，盘中捌起上100点，不过又搁抬价，尾仔搁起起来，呈现激烈起落整理的势面。上尾仔是收伫17652点，起57.63点，成交量是3864亿，不过三大法人也是未超499.98亿。它是采用这种类似像闪电战，如果还是只是局限在乌克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没有到那么强烈。监管分析师表示，后礼拜一台湾股票市场拄到200假休市，这段期间美国股市也是会开盘。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也未结束，地缘政治变数也是会影响到咱台湾股票市场。记者综合报道。这战争一开始就有关油的价数一声就来到美金105块以上，是这7年半以来上介悬的价数。天然气也是有起5成，就是惊讲这油起价，搁再增加咱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咱国内石油的库存量是有够的，是安全的库存量75天以上。不过这个连锁的咖啡店卡玛即马是宣布讲，对26开始有一寡商品会起5块到10块。阿
咖啡卡咖啡豆啊，放入去磨豆机烹做咖啡粉，算时间了后，再用烧水冲。细细间的咖啡豆嘛，特别承认最近经营压力不加大。纸杯跟塑胶杯成本压力会比较大一点，2到3%左右。同款的物价压力，就连大型连锁咖啡店卡嘛挡袂住要起。官网宣布日开始部分品项售价调整，平均起5块至10块。我有钱我喝，我没有钱我就不喝。它不是说白开水，我非喝不可。那咖啡要起价，部分传统小吃店2年后也点点调关介绍，头家娘讲一定爱分享成本，因为差不多顶手供应商拢起啊。台买现在一天都差不多500-600块啊！昨晚疫情到现在涨1倍，业绩2万多，现在都将近要4万。我店里的东西只有盐巴没涨。为去年开始，物价压力已经持续升悬，即摆阁面临俄罗斯甲乌克兰开战，国际油价激烈波动。西德州原油期货计价盘中上悬来到1桶99.8美金，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计价盘中上悬来到1桶105美金，创下2014年8月以来新高。那目前的95是31.7嘛，那在后续到35块的时候，会吸收涨幅的75%。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咱国油量充足，安全存量75天，短期来油价未受影响。不过学者分析，俄罗斯甲乌克兰占全世界小麦出口量的4成，战争若持续落去，会冲击小麦计价，也是会成为咱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无确定因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上界好，就是会当用健保。不过有一寡民众呢，长期住伫外国，回来到台湾就要甲人用健保，安尼是对咱国内民众是无够公平。卫福部拍算要甲海外居民回国通恢复健保制度废除，另外也拍算要甲健保的投保金额再求悬。健保会伫今仔日有讨论到5大配套措施，大部分的委员拢是真支持。咱若讲到这调整部分负担的做法，确实有无同款的意见。相关的方案由这个整理这委员的意见了后，就要由卫福部长陈时中来定案。有的人无论症头有严重无，拢关系直接去大间的挂急诊，造成急诊的患者人数清在超磅。为了改善急诊人伤济、影响效率的问题，卫福部健保署甲健保会提出调整部分负担等等的配套措施。未来会纳入减伤分类概念，若是第4级至第5级的轻症，直接走去医学中心挂急诊，部分负担会为目前的550块起做800块，按算会有117万人受到影响。减伤分类是为了我们医生在治疗的时候的先后顺序的一个安排。那它跟你的部分负担的多少是不是那么相关哦？可以再讨论呐。这个是我们委员有提出来的。另外，药部分负担的部分嘛做调整，100块以下药啊，要是逾期免收钱；101块以上的药啊，基层诊所、地区病院会加收门诊药啊20%，加做部分负担，上最收200块。若慢性药单的部分，头一届比较门诊药啊收钱，不过第2届了后，若改去地区病院、基层诊所或者是社区的药房领药啊，就比较目前的制度免收部分负担。若是去医学中心领药啊，就会每一届收100块的基本额。按算会有1285万人受到影响。慢迁病人呢，都是属于比较多是弱势。那弱势的这一块呢，是不是应该要尽量避免，因为我们的部分负担的一个加重，让这些弱势呢会有就医的一个阶级化。另外嘛，新增加检查检验的部分负担，第基层诊所、地区病院检查200块以下就免收钱，若201块以上，就会收费用的10%，上最收100块。若无经过转诊去医学中心检查的费用，会收费用的20%，上最收400块，按算会有1318万人受到影响。营养健保费率今年无要起，要是预期5.17%。健保会拜5开会讨论，由健保署提出的5个配套措施，包括调整部分负担、调悬投保金额的上限、全面废止伫外国的台湾人停保、复保等等。健保会强调讲，等整合各方的意见了后，会停保予卫福部，由部长陈时中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健保会有讨论到部分负担起价问题，对民间团体表示讲，大家会当理解这健保财务有困难，也会当了解讲这健保是有公平性。不过，这改的方案若准修改，会影响到7成的民众，其中有400万人一年是爱加纳1000块，认为政府的规划也是无够救济。
病院大厅挂号领药的所在，拢是排队有真侪人等要领药啊。不过要注意啊，未来若是有慢性处方的民众，那摕药的时阵，也是等于大病院摕。你毋是到健保药局去领药啊，恐惊爱被加收费用啊。因为健保会2月讨论健保部分的负担，提悬这相关的调整做法，包含药品检验、急诊这部分的负担提悬的方向，并且加强基层诊所甲地区病院以及区域病院甲医学中心的分级的收费。为了整体健保的一个存在，我们还是要积极这样配合。食衣住行样样皆涨，尤其是你在都市生活的，你不要说年轻人也是很难过了，因此作为一个有为的政府，要朝这方面去考虑。另外，即阵旅居国外民众应办理停保，并交健保费返来台湾才服保的制度，未来也划停，也是敢若开放特定的人员。不能停保，然后你必须要一直缴费的话，那对有一些像留学生啊，或者是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台湾的人，会是有点不公平，就是负担还是会有的，因为在海外生活真的不容易呢。经过4点钟的讨论，医界民间团体对调整方案有不同的意见。医界会董事长刘淑卿就表示，大家拢理解讲健保有财务困难，也知影讲健保需要公平性。不过在会议中，健保署所提供的分析资料并不清楚，因讲是先下钱才个为目标。如果你的改革反而是去筑了一个障碍在那里，你做的任何改革，就算可以去改善财务缺口，可是你其实已经违反了你原来健保的精神。民间监督健保联盟是认为讲，这摆部分负担的调整会有7成民众受到影响。另外，一年增加1000块以上，有400万人受到影响。会中其实无来说明讲，这个负面的效应要来因应。我们讲的弱势，如果包括失业的族群，比如说最近因为疫情，或者是过去因为结构性失业、经济改变的失业的族群，或者是净贫户，如果是这一部分，光是年增加1000块的人就有400万，那70%的人都增加200块以上。民间团体表示，健保会从来无决策权，讨论真多也卫福部长来决定。若是甲民众当作提款机，大多数人拢无法度来接受，所以讲呼吁政府一定要好好听一个民众声音。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个本土病例，甲1个死亡个案。一寡本土病例内面有增加1对爸仔确诊，目前是找无感染源。另外1个是伫咧宜兰，伊是咧做火锅店的行政人员。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个确诊者捌体因对美国回来当咧居家检疫的小妹送饭，这真有可能就是感染源。指挥中心也表示讲，除了下县市的家庭群聚感染案和日一部流以外，即卖也阁有双北病囝群聚案。国内目前有6条传播链需要调查。来到诊所铁门右内正常上班日，真少看无营业，对外公告讲休到3月70。因为台北这间诊所23朝确诊者来过，国内疫情有确例。疫情指挥中心24日再宣布，本土新增加3个人确诊，其中2例是双北1对爸仔囝，感染源也伫咧调查。今天我们的案例里面，他也就验到阳性，接着他的父亲也验阳性，那确实是一个感染源不清的2个的传染者。为着这后生住伫内湖，伊的家后甲囡仔2月12对韩国转来，为着方便厝内底人直厝检疫，伊搬到新北邦桥，甲爸母住斗阵，甲太太囡仔无接触。不过23出现脑疼这症状，到诊所看诊了后，等于厝检查是阳性，病院 PCR 也是阳性。另外，伊的老爸也验出确诊。现在这个感染源，目前为止应该不是他从国外回来的妻子跟小孩，那可能是跟父亲在新北市住所这边有相关联，所以目前还在待厘清。新增加的本土的个案，也有1个伫宜兰，对美国转来台湾的妹妹，转来厝内底直厝检疫了后，进前因为探病需求采检有阴转阳，列做境外移入，期间住伫无共楼的姐姐有负责送这物件，随摆采检了后也阴转阳。他是在聚德家风卫国务的一个行政人员，所以他2天的时间都在那边算是上班的时间。不过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比较不会跟用餐的顾客会有所接触。那新增加确诊也有1个死亡的个案，是60多岁男性，有慢性病史，做过2档的莫德纳疫苗。伊个对菲律宾入境，伫机场规身躯吸入送病院。伊个30公布是境外移入个案，2个23死亡。虽然死因是肺炎、心脏也有腰子衰竭，有按算新冠死亡的个案。另外，上新的境外基因定数也出来，拢是奥密克戎病毒。即阵以东南亚上多，其中1年占16例上多。
另外，94国内要7条等待调查的传播链。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义军表示，包含入物流甲跨县市家庭互相烧话，这2条传播链敢一基本结案。佫新增加上8家庭爸仔互相烧话，所以即阵也剩6条不明的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10月，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造成46个人死亡，43人受伤。今年1月，高雄地检署以杀人罪，甲嫌犯姓黄的女性起诉，希望法官会当判伊死刑。今日早起，高雄地方法院头一届开庭，甚至家属甲死者的相片查过来。不过，这位姓黄的嫌犯说是唔承认放火，家属是无法度接受，甚至家属也希望法院就要判伊死刑。提死者相片伫高雄地方出现，城中城受害家属伫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陪同下头一届出庭。虽然是准备听诉庭，毋过家属甲嫌犯姓黄的查某人拢到现场。地方法院考虑人袂少，为了兼顾防疫，用视讯的方式进行。到场受害家属将近10人，也有人专程查伫大火中死亡妈妈的相片，互专程参与，也希望法官判嫌犯死刑。你要死你就去边仔死就好啊！你还拖死别人，遐拢是艰苦人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你在法庭上，你还一直在狡辩说我不是故意的。我说我要请法官说他要严重去惩罚他。家属无法度接受姓黄的查某人讲家己无放火，也无放火意愿，希望法官替家属讨回公道。陪同到场的环保协会表示，早起开的是刑事一审的准备听诉庭，大火到即马4个多月，为咗家属的情绪也未平复，除了法律协助，也会互因心理支持。可能没有死刑了，叫我期望不要太大。可是最年轻的只有20几岁，因为他以杀人罪，所以那个必须来来回回可能要好几年。那如果想要真的要撑到那个时候，心理支持一定要够。专案以杀人罪等罪嫌起诉，环保协会预测官司未伫短时间内落幕，呼吁家属爱先做好心理准备。法官也决定后个月11再个召开准备听诉庭。针对开庭，高雄地方法院敢若答复是进行准备听诉，其他无法度进一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罗西亚攻打乌克兰，乌克兰证实讲，这罗西亚的军队已经把发生爆炸的车诺比核电厂占落来。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也伫网络顶头表示，讲这罗西亚的行为就是把规个欧洲呛声，把车诺比占落来了后，这白罗西亚就会当用上界短距离冲入去基辅，灭掉乌克兰政府。俄罗斯战车驶入去，佮控制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已经无得用的车诺比核电厂。1986年，车诺比核电厂爆炸，发生历史上上大的核电事故，到即马还有辐射，也引起国际核能监管机构的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伫社群媒体公开表示，俄罗斯夺走车诺比核电厂，乌克兰军队当地奉献性命，希望1986年的悲剧莫阁发生。也票注瑞典首相，强调这是向规个欧洲宣战。ДАС, так звана зона відчуження, і всі об'єкти Чорнобильської АЕС взяті під контроль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збройними угрупованнями. Жертв та постраждалих за даними керівництва Чорнобильської зони відчуження і також Чорнобильської АЕС на даний момент немає. Подальша інформація буде уточнюватись. 俄罗斯通过铺桥侵入辐射隔离禁区，无得用的车诺比核电厂毋是军事要地，四周的土地拢互辐射污染。暗过俄罗斯甲车诺比摕落了后，就会当为白俄罗斯抄近路入去基辅，执行对乌克兰政府的斩首行动。俄罗斯军队为北部、东部甲南部对乌克兰发动陆海空攻击。俄罗斯方面表示，已经达成进攻乌克兰头一天的计划，拢总毁掉乌克兰83围陆上目标。 Это стало возможно благодаря огневой поддерж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и армейской авиации. Все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перед группировками войск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день задачи выполнены успешно. Совместны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рейдовых отрядов 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десанта на Крым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обеспечен выход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йск к городу Херсон. 俄罗斯军队控制车诺比核电厂，传出核废料储存设备叫人攻击，辐射带升悬。原能会是讲，经过查证，后面环境辐射监测网即时的监测数据，目前乌克兰四周围的环境辐射带并无明显过样。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昨暗是罗西亚和乌克兰相战的头一暝，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哈尔科夫有真侪民众拢走去地铁站要闪飞弹。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讲这是自从世界大战了后，欧洲国家上界严重战争。因为因岛附近有俄罗斯的军队伫咧集结，还佫听到空袭的声音。公车驾驶奥利克桑德离世要暗即天，性命要紧，唔敢也无法度去其他的所在。Жена позвонила и сказала, начинаем гасить. Полиция и все военные запросили, чтобы мы просто шли. 甲伊最近走去地铁尾的，还佫真侪家庭挂着行李、困袋啊、甲饲的猫狗，向上下骹迄层行过去。伫即天早晨的时阵，莫斯科政府兵分三路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并且警告其他国家，任何想要监管的动作，拢会造成前所未有的效果。早期民众就感受到飞过天顶的飞弹，还佫轰炸。Так получилос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Мы не готовились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бежать отсюда. Никто не верил в то, что эта война прям вот начнется и в то, что будет прям захват Киева. 乌克兰军方讲，伫咧第二大城哈尔科夫附近摧毁4台俄军的坦克，伫咧卢甘斯克拍死50名士兵，伫咧东部拍落6台俄军的战机。不过俄罗斯方面拢否认，亲俄的分裂势力是讲应该2台乌克兰战机拍来。另外，乌克兰媒体报道讲，伫咧基辅加哈尔科夫的军事指挥中心被导弹射着。俄军伫咧奥德萨还有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利坡登陆，哈尔科夫地铁内边是人挤人，若要找一个所在坐落也真勉强。有人讲地铁内边是上安全的，不过这只是第一暗万尔，就算会当挡过阴暗，不过对地面上的战争也该拍偌久，无人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国际社会也正关心台海局势。国防部长邱国正伫今日表示，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来掌握局势，也要求所有部队主官袂当做伙离开营区，要注意任何状况。甚至有人讲，今仔日是乌克兰，明仔载就是台湾。邱国正认为讲，这之间是差真济。体育会主委彭世宽是直接批评讲，会讲这款话的人就是目的。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乌克兰甲俄罗斯发生战争，引起国际关心，不过台海也无平静。共军继续撩台，攻击伫咧25正日咱西南空域，和空军放送赶走。俄国的冲突也牵动亚太地区的情势。外界关心中共是毋是趁机会对台湾加大军事力量。国防部是讲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关心俄国的情势。像国军他所面对的，我们更注意到了，就对岸会因为俄乌之间的问题产生一个联动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那我们也做好各项的应该有的准备。那特别是我们当然也注意到，对岸也有可能做一些认知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国军提高警觉，除了维持政府的本部，也要求三军各部队的政府主官袂当同时离营，以防止任何突发状况。刘伟辉讲，有特别注意对话有可能会操作领地作战。面对网络伫咧传讲，今仔日的乌克兰，明仔载台湾被解读是领地作战。国国正讲，台湾跟乌克兰也是有差。但乌克兰跟台湾毕竟还是有点差异的啦不管是地缘地理环境这个也不是完全就比照了，但有一点可以当参考，就得一个好的结论嘛。自己的国家要靠我们自己来防卫。这些讲话的是无知。有学者警告讲，中国操作俄乌的冲突。批评台湾的国防政策无路线，营造美国袂当瓦靠的气氛，想要弱化南方对抗的意志。希望国防部的政战单位结合作战，也个情报单位，用更加开放的态度面对宣传战，公布正确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两军交战，伫台湾的乌克兰人发起声援乌克兰的活动，纳入台湾美国一寡国家，也有罗西亚人也加入反战。根据外交部掌握上新的情形，自罗西亚代表处已经协助18个台湾人刷去乌克兰西边较安全的所在。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战区返来台湾的民众，会当免摕 PCR 采检阴性证明，到台湾了后才做采检。听
伫台北街路上举着乌克兰的国旗甲挺进的看板，希望经过民众拢会看到因的诉求。乌克兰甲俄罗斯交战，伫台湾的乌克兰人发起声援乌克兰的活动。地点选伫莫斯科驻台北代表处头前，连俄罗斯人也加入反战的行列。政府的选择不是我们的选择，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不想要有战争。我们需要帮助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们来这里。要立陶宛的人也来啊！对着战争的无情，伊拢真烦恼，也留伫乌克兰的朋友。更加面讲是来自乌克兰的贝纳，伊讲真烦恼伫乌克兰出来的人。我就很担心，我不是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家人都在乌克兰，然后我没有办法帮他们。我哥哥昨天就去打仗了，所以这一点我就很担心。很多现在在乌克兰的那些男生，他们会觉得就是更爱国，然后会觉得他们要守护自己的家。培养中山大学由乌克兰籍的学生，经由时常关心故乡的情况，才知讲亲人也上战场啊。另外，首都基辅情势真紧张，当地民众拢也随时准备去避难。根据外交部掌握上新的情形，驻俄代表处已经协助18位民众撤往乌克兰西边较安全的所在。目前离开乌克兰国境的已经有10位国人，但是在乌克兰境内的经统计还是有33名，就是像西边撤离者刚刚加总起来搭乘这个巴士有18人，在西乌地区目前还有2个人，另外滞留在这个基辅地区其他地区还有13个人。外交部伫战事爆发进前，已经8摆发布旅游警示，一直呼吁伫乌克兰的民众赶紧离开乌克兰，也是到西乌克兰地区去避难。指挥中心也宣布，对战区返来台湾的民众，通知相关单位会使免读 PCR， 改做陆地来采验。但因为情况紧急，无多订好防疫的旅馆，也尽一切力量来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灯会伫高雄头摆用无人机表演空中飞行主灯，昨日是特别增加无人机表演配合烟火。不过无人机表演的后段有真侪图形是无法度完整演出的。市政府表示讲，确认了后是有人故意用信号干扰，目前电信警察也正在调查信号来源。20暗时是台湾灯会无人机特别伫平常日增加演出，而且阁有烟火。爱河边有将近8万人来欣赏，想袂到后段演出，国旗的图形开始无完整，刷落来地球甲羽毛球国手戴资颖嘛拢无去啊！戴资颖完全不见了，完全走错。民众有淡薄失望，因为原地表演地球会震动，另外戴资颖伫空中阁会杀球。不过民众敢若看到天顶有真侪细粒灯光，最后的欢喜好夜嘛完全拢看无。这是高雄无人机演出头摆出状况，市府甲无人机厂商透明测试，1500台无人机拢正常。市府确认是有人挑故意干扰。起飞这个之前我们都要经过很多的测试，确认到说有在不同频段的采取的干扰所以包括警察局、电信警察也在全力的来侦办灯会无人机表演刷落来，阁有3天。电信警察目前正在调查，市府嘛希望民众到现场看表演，会当甲手机开飞行模式，避免干扰。记者邓亚文、刘伟做高雄报道。对明仔载开始就是228连假咯，高速公路局伊阁讲，这交通量可能是平常时的1倍半到2倍，放假一定会塞车的国道5号也高升在管制。咱若讲到这天气方面，今仔日开始天气会变较温暖，4天的连假只有遮风的东北部会落一寡雨，其他所在拢是好天。日头烫像影，北台湾总算好天。气象局统计，今年初到2月底特别高雨。北部东半部日照的时数是70年来上少的，全台湾落雨日是30年来第2济。228连续假期前，各地水汽有较大，明显感受到温度回升。不过也是要注意日夜温差，也甲西半部的透早暗暝会较高雾。对中部、南部的朋友而言呢，连假这几天呢，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那白天的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连假的第一天就是星期六呢，北部云量稍微增加，可能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飘雨的状况。那另外东半部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连续假期国道疏运的部分，高速公路局要针对国道5号进行高升载管制。假期前2天，国道5号路南早起6点至12点。
假期后2天，国道5号上北下晡2点至暗时9点，拢爱坐3个人以上才会当去哩。若是西部国道，一定连假第1天路南的车会较侪。那第一、2天要利用高速公路南下的民众，我们是建议尽量在12点以后出发。然后第2天、第3天要北返的民众啊，高公局是建议，如果您是从南区要往北的话，建议是尽可能在上午9点前就出发。高速公路局预测，即届连假期间交通的车会比平常时啊加1.5倍至2倍。尖峰时段，国道较下路段也是较会塞车。用路人要出发进前，会当先查询路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是寒天以来是上介强的寒流，特别是这个在一直落雨，尤其是咱这靠天食饭的农民啊，碰到这个寒流，还佫这个落雨，有影是全部的乌有起。讲到中南部这菜色产量是减少真济，云林西里果菜市场这几天的成交量只有700吨尔，平常是减少100多吨。也若这菜色部分呢，1公斤也对20块起到26块半，起差不多有2-3成。天气变好，农民无因采收蔬菜，但受到连日寒流和落雨影响，油菜率侪少有损伤。嘛因为天气冷，蔬菜生长速度慢，连带嘛影响到近期整体蔬菜供应量。酸蕊，还佫落雨，还佫风口，怎规拢安尼？这干都会当收？这个烂掉不可以的。菜不大，像这一次的寒流，大约差不多40天，青江菜是40天啦。如果你是别的菜的话，可能也要到50天也有。以西里果菜市场来讲，平时每日的蔬菜交易量有809吨，但连日因为寒流和落雨影响，最近期供应量只有700吨，嘛因为需求增加，菜量减少，平均的菜价每公斤有20块起到26.5块，起价幅度2-3成。从这个礼拜1，就是21号开始哦，就是慢慢的涨到昨天呢，因为没有下雨的哦，昨天只涨了，就是差不多6块半吧。刚好农民种的量没有那么大，又加上天气比较冷哦，那高丽菜生长的比较缓慢，所以最近价格也比较回稳。平均的价格1公斤大概20块左右。高丽菜菜商表示，20过后真侪产进低洼，加上高丽菜收成尾期，农民种植高丽菜少介绍才会起价。至于具体菜价，果菜市场就预估，如果天气渐渐回温，菜价就会慢慢来回稳。记者有报道。咱若向着日头，乌影永远伫背后。228事件毋是造成咱放假的原因，等到爱来了解这个事件的缘由。也来讲到这228事件到今已经经过75年啊。嘉义市政府伫今仔日也伫咧228纪念碑头前举办追思纪念会。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嘛，伫228纪念馆展出去年过身的纪念碑设计者画家占3冠的追思纪念画展，也有228事件伫嘉义地区的新闻手稿甲资料，就是希望讲民众会当了解到这段历史对嘉义有啥款的影响。一张一张的采访手稿，甲迄当阵的新闻报纸，记录1947年228伫嘉义地区发生的新闻事件。嘉义市228纪念馆举办228事件75周年特展，为25号开始，一直等到3月20。新闻技术啦，啊，做电台放送啊，啊，佫有双方、军方甲民间开会的会议内容啊，这对于还原这嘉义地区的228事件的真相非常有帮助。除了纪念馆的展览，伫228纪念碑头前嘛有追思活动。这座纪念碑就是画家占3元的设计。前监察院院长张博雅表示，迄当阵为着这座纪念碑，若受到真大的压力，连设计者嘛因此受到迫害。冒险甲伊设计这个起来，第一座起来了，各县市嘛拢讲要起，所以安尼就甲咱迄个228的事件规个都拢展现出来啊。三元老师因为伊是设计全台湾第一座纪念碑嘛，这个纪念碑伫落成的时，伊阁将画作放伫现场，参加的来宾伫下骹签名。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表示，这届纪念特展有占3元的画作，甲中华强的新闻手稿，阁有228事件调查报告，希望透过这个资料，让民众会当知影这段历史甲真相。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真侪单位拢甲228相关的文件分布做所谓典藏，亲像台北的228纪念馆，即马甲馆内的分布做所谓典藏了后，互民众会当伫线顶头找资料，降低分布，去互人破坏风险。提起手机扫 QR code， 就使伫线顶看228相关文物。台北228纪念馆甲馆内文物资料做整理、翕相、数位化等过程了后，设置资料库典藏，方便民众线顶查询，卖使减少原始文物的存储，降低破坏风险。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公开上线，能够让民众能够来检索使用这批文物，让我们这个文物能够跟民众能够更亲近。过去一直都是认为这些文物只有14000多件。那透过我们的执行团队，整个的做数位化的工作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它有18000多件。官方表示，馆内文物上大宗的来源是1945年代美国驻台副领事葛乔治，占馆内文物总数的44%。官方嘛表示，葛乔治对228的研究真重要，伊所编写的《未出卖的台湾》是记录228事件真重要的册本。要理解228从葛超治这样的一个美国人一个曾经当时的目击者，美国领事馆那个副领事的身份所以他接触到的层面广深，也包括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朋友帮他留下的资料他们很多年后来写出这本书。台北228纪念馆伫228进前办理特别展览，除了小解馆内文物的修复、典藏过程以外，嘛展出民间观众的珍贵文物，呈现228事件迄当阵台湾历史甲政治的环境。记者郭柏君、张水台北报道。一口税尽千古事，10载半淹100万兵。咱国内传统的布袋戏，即马有结合科技导演，找出新的出路啊！即马有动画的导演和一个城古州掌中剧团合作，甲外台戏搬到101的观景台内面，用4大面一个导演的布景，互民众浸伫咧布袋戏的文化内面。即马这导演也等咧规个讲，要和国际音乐艺术节合作，希望会当互世界看到咱台湾的布袋戏。七彩的导演光线闪闪烁，民众坐伫咧银幕内底看齐天大圣孙悟空安怎定海神针去搬石洞，甲东山庄救出来。结合40台导演机、4大面的宽纵银幕，这新形态的电影布袋戏头摆搬入台北101观景台，民众看了拢学了解得知。庙口咧看布袋戏的时阵啊，迄个感觉就是无遮尔济，无遮尔刺激的物件，会互咱感觉就是就无共款，就新鲜的对啊。呈现出来就好像跟你很近，然后那个镭射光那些也是觉得。它变换得蛮好的。做动画出身的刘玉秋导演，希望透过家己上内行的科技动画技术，重现庙口的布袋戏。目标是2年内要设8出科技布袋戏，而且要用4台导演机，让台湾文化伫咧各县市行透透。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租场地，然后自己做活动，然后自己做表演，自己售票，也希望把这个作品呢用很简单的方式可以打包，可以就是到别的国外参加一些艺术节啊，然后戏偶节啊这样子。咱沉浸式这算头一摆的结合嘛，咱嘛希望讲试一下水温，可能伫后壁的演出内底，反正有一寡特殊的场，咱可能就孙悟空啊、蜘蛛侠，咱的野翁的师傅。配合着咱的导演来做演出，这嘛是会用个后壁会用参考的方向。做布袋戏超过30年的王英俊表示，疫情致使传统戏出行出新出路，不过敢有法度真做成功的商业模式，要爱靠观众支持。也那即阵当伫咧甲日本和澳洲制接，希望伫咧国际音乐节播送，让世界看到台湾。记者阿敏晶、夏桂林台北报道。根据环保署的统计，讲咱台湾一年塑胶干仔的回收量，若准甲摊起来，有3栋101大楼遐尼悬。咱来看，伫台北板甲有一群少年人和环保 AI 的品牌合作，要甲这塑胶干仔再利用。赶紧来看，因是安怎落实因的环保理念。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一群人总是头累累、念点啊做，因是资源回收产业内底上短暂的劳动者，也定互看轻。
台北市網界 NPO 團體5角半用市場300幾小間收塑膠罐仔，希望回收者的勞動付出會當有合理的回報。可能規工位透早可能6點啊，做工課做到下暗，可能是10點、11點啊，伊可能一個月的收入可能就5000塊。啊，阮就發現講，這項代志真正非常的無正常的。5角半和環保為品牌合作，將收回來罐仔用來作為除了通互資源循環利用，產品的收入，佫會當繼續支持團隊做公益。這是一場台灣認真美的環保行動。一邊可以賺錢，一邊可以回饋社會。那在南邦改現場，也需要他們去照顧好這些回收的場域啦，或是拾荒者。所以在這裡面，咱就是互相學習。不過回收者定因為徛嘅條件影響到環境和檢舉，一個個辛辛苦苦賺來錢，就該去立罰單。為咗讓民眾了解因嘅人生故事，5角半逐個月攏會辦體驗活動。做一個組織，也是辦起來活動，就是想講，可以家己感覺講，我做這個工作是有尊嚴的，是好的，啊，袂使個安尼看家己無安尼。最回收者會來做這份工課，定攏是不得已。不過因和大家攏同款，攏是用雙手來拼家己的生活。5角半希望會當透過因的行動，幫助這個回收者，嘛希望通帶來一寡改變。記者呂尚儒、林建如台北報道。明仔載天氣是好也是歹，做回來看預報你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對14度到20度，苗栗到雲林是對14度到23度，嘉義到屏東是對14度到27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5度到24度。平湖、金門、馬祖對9度到17度，一個未來3天氣象。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咱再會。Thank you.